天匯天價瀕臨爛尾，四叔減價補鑊。恒基舊年賣出西半山天匯嘅25個豪宅，今個月16號就係交易死線啦。但有24個仲未完成，包括尺價7萬1嘅天價單位，俾人質疑隨時會爛尾。四叔尋日喺恒地股東會上面主動透露，買家係一個好有錢嘅富豪，不過唔係內地人，亦唔係香港人，仲暗示有機會減價出售添。可能而家最近啦，我賣俾佢嗰陣時同而家價錢啲，以股票計啲股票都跌嘢10多20% 啦嚇。咁佢而家嘅地價咧，大家都知道跌少少啦。咁而家佢個態度點啲？咁我哋要喺6月16號之前，我同佢解決嘅啦。咁你唔使問咁多啦嚇，就差10日到啫嚇。據了解係買家要求減價㗎，但個減幅就未必會同股市下調嘅幅度掛鈎。不過民主黨話會去信證監會要求徹查，話恒基可能披露假或者係誤導性嘅交易資料，導致股價上升，違反證券及期貨條例。咁少加嘅嘢，我哋唔會做。即係我哋冇絕對冇話抬高頂樓嗰幾層，令到賣下邊嗰啲拉高個價錢可以賣高啲啊！你明唔明啊？嚇！我使乜咁想做啫？好似好多人針對我真嘅唔知點解啦。不過民主黨翻查賣天匯嗰陣，恒基嘅股價話去到每尺7萬蚊嗰陣，就有不尋常嘅變動。恒基嘅股價呢，就由8月31嘅45蚊呢，就升到10月30嘅55.8蚊嘅。恒基升23%，新鴻基只係升咗14%，長實只係升咗9%，而恒指呢，亦都係只係升咗10% 嘅啫。據了解，天匯仲未成交嘅24個單位買家係越南首富朱立基透過秦善文等5組人買入㗎。佢亦係山頂以聯最大業主。佢同太太0607年以8億1500萬買入5棟洋房，以聯係由新鴻基地產發展㗎。